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兩個人從相遇相識、相知相戀到走進婚姻，經歷了重重波折。當初決定牽手走進婚姻的時候，都是抱住一輩子在一起的決心。我相信沒有誰是抱住婚姻離散的想法進入婚姻的，都是期望自己的婚姻能夠圓滿。然而現實卻是相愛容易相守難，所以人們才會感嘆婚姻是愛情的墳墓。很多抱住美好憧憬走進婚姻的人，最終愛情卻被婚姻埋葬。關於婚姻，我們還有7年之癢這一說，如今7年之癢也慢慢變成3年之癢、1年之癢。夫妻之間的感情並沒有隨住結婚的時間變長而更好，反而會因為在一起時間越長，感情越差。很多夫妻都是越處越沒有意思，越處越沒有感情，大家都會納悶，為什麼在一起時間越久，感情反而會越淡？有兩個扎心真相，很容易被人們忽略。一、生活的瑣碎最磨愛情。為什麼很多伴侶在談戀愛期間，兩個人的感情非常好，好得就像連體嬰似的，一日不見如隔三秋。可是進入到婚姻之後，愛情很快就消磨，兩個人的感情迅速的發生變化，要麼每天吵架不斷，要麼兩個人的感情淡到不願意跟對方多說一句話。其實就是因為生活的瑣碎。談戀愛的時候，兩個人不需要面對生活的柴米油鹽，每天只需要快樂就行了，想的都是沒去哪裏玩，新電影上映了，找個時間一起去看，黃金周來了，要不要出去旅遊？平時也都是逛街、散步，幾乎每天都是風花雪月。但結了婚就不一樣，你需要面對生活的柴米油鹽。此時兩個人住在一起了，既要考慮賺錢養家，又要打理好家庭。兩個人住一起，要面對誰做家事的問題，這些事情都是非常消磨人的。如果兩個人分工合作還好，做不到分工合作的話，真的就很容易鬧矛盾。很多夫妻之間的矛盾都出在誰家務做多了，誰家務做少了。多做的那個必然會感到不爽，然後對少做的那個嘮叨，矛盾就這樣產生了。二、在一起時間久了，只會看到他的缺點。愛情往往是令人盲目的，情人眼裏出西施，越的就是這個。和一個人在一起，剛開始的時候，一定看到的都是對方的優點，你會喜歡他的自信，喜歡他的大方，喜歡他的幽默，喜歡他的爽朗，而他喜歡你的美麗，喜歡你的溫柔，喜歡你的大氣，喜歡你自信而向上的正向心態。我們說短期相處看的是對方的優點，但是長期相處處的就是對方的缺點了。在一起越久，就越了解對方，特別是結婚後，天天要面對對方，慢慢的彼此都會暴露出以前掩藏起來的缺點。你會發現，原來這個人不愛衛生，他用完的紙巾亂丟，他喝醉回家之後燥到不洗就上床睡覺，他吃飯居然會霸隻嘴。原來他休息的時候除了打遊戲就是打遊戲。你會看到他身上有很多缺點，這個時候會慢慢的無法忍受對方，然後爭吵，吵多了，感情自然也會受到影響。長久的感情往往靠的是彼此的包容和長久的忍耐。原本兩個人就不認識的，當初只是被彼此的光芒吸引，但是每一個人都會有優點，也會有缺點，你不能只享受對方的優點，那樣你和誰在一起都不可能長久的。而且感情一定是互相共同努力才能夠長久的。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努力，一個人在付出，一個人在付出，一個人在索取，那麼總有一天會散。兩個人組成家庭本來就不容易，要想愛情持續下去，必然要犧牲一些，然後忍受一些，
學會爭一隻眼閉一隻眼，要學會找大放小。婚姻不易，長久的婚姻更是難上加難，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。只有兩個人一條心，才能讓彼此的感情越來越久。